轻度风台天图目前是伫个乱皮南西风的海面上，向北西或东北移动哦。暴风圈嘛已经进入台湾南方的近海，对高雄、屏东、台东各恒春半岛的威胁。咱继续来关心气象署针对风台上新的说明。 西北太平洋上第25号天兔台风的中心稍微减弱一些了，不过7级风暴风半径仍然维持120公里，现在还是逐渐朝着我们西南方的近海移动。它的外围环流以及环流已经开始逐渐影响到花莲以南地区以及台南以南的地区，提醒在这边的朋友，越晚雨势会越明显。预估就是未来还是先往北西。 之后再往东北的方向移动，暴风圈依旧在今天深夜开始影响我们。但至于台风中心，是有可能在明天中午前后在南端的陆地登陆，而它的强度，当然依我们所预估的，未来会越来越弱，甚至到登陆以后、出海以后，甚至可能就在陆地上逐渐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但这些减弱的情况都是比较偏明天的事喽。海上警报区还是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以及台湾 海峡南部陆上警报区域是台东、恒春半岛、屏东和高雄。比较红色暖色系的雷达回波，如果移到上空，会带来瞬间的强降雨。在中午到现在的台东以及屏东山区就已经出现了30-40毫米的时雨量。 而且台东和屏东山区也已经出现了局部性的大雨，可以看到雨势是正在累积。明天晚上到星期天的清晨，在基隆北海岸、宜兰以及大台北的山区这些地方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甚至到星期天，我们目前预估东北季风南下以后，这些地方基隆北海岸、宜兰这些地方，包括还有大台北山区，可能出现局部性的豪雨。而且明天的温度就今天来说，明天各地的高温会比今天下降个2-3度。 到星期天，东北季风影响以后，北部、东北部的天气会转得更凉。